我活了将近一个世纪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我见过太多所谓的天才，如流星般划过，也见过太多坚如磐石的帝国一夜崩塌。这让我深刻地理解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理：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，就是它永遠在變化。人生如此，投資更是如此。你們總想尋找一勞永逸的秘訣，但我必須告訴你們，根本不存在這樣嘅東西。你唯一能依靠的，是懂得周期的完成規律，懂得潮起，也懂得潮落。大多數人只會在流逝嘅浪潮之間狂歡，他們以為呢片繁榮會永遠持續下去，但他們看不見水面之下嘅暗流，係真正嘅機會。呢些能讓你財富實現跨越實增長嘅黑馬，從來都不是在喧囂中誕生嘅，他們總是在市場最低迷、最絕望的時刻悄然醞釀。那是大多數人被恐懼蒙蔽了雙眼，甚至選擇割肉離場的時候，他們因為短期的痛苦，放棄了長期的巨大回報。這就係人性的悲劇，也係小聰明人嘅機會。請聽好，我接下來要說的並非關於投機取使嘅賭博遊戲。我厭惡賭博，我要交給你們的係一種基於遠見做事，係對深層價值洞察嘅思維方式。我們要做的不是去預測市場的短期波動，那是神仙也做不到的事。我們要做的是識別出那些即便在寒冬裡也擁有強大生命力，並且能在春天到來時茁壯成長的偉大公司。在今天，我將明確嘅告訴你們，在下一輪牛市真正來臨之前，哪些標的會成為真正嘅黑馬？他們現在重新何處？以至我們作為一個理性嘅投資者，該如何以一種近乎冷酷嘅清醒頭腦去識別他們，並且在無人問津時勇敢嘅買入？很多人問我，查理，下批黑馬在哪？他們以為我在尋找一匹能在牛市裡跑得最快的賽馬，這是根本性的誤解。我不是在賽馬場裡找冠軍，我是在廢墟裡淘金子。聽好了，真正的牛市黑馬絕不是那些在牛市狂熱中被媒體吹捧上天的明星，那些東西不是機會，他們是為貪婪的後來者準備的陷阱。當一個東西人人都說它好時，它的價格已經塞滿了未來10年的幻想。你買入的不是價值，還是別人的狂熱。我一生都在致力於避開人群的狂熱。我真正嘅立場，在市場嘅冬天，在一片蕭條和悲觀之中，我尋找的是在市場低迷、普遍國旺時被嚴重錯失的優質資產。他們的名字不會上報紙頭條，生意聽起來可能枯燥乏味，股價可能已經腰斬，甚至更多。周圍的聲音都在說，離他們遠點兒，他們快完蛋了。而這正是我開始感興趣嘅信號。我總是避開喧囂，專注於那些擁有堅固護城河卻被市場暫時遺忘的價值洼地。一條強大嘅護城河才能保證一家公司能活過冬天。無論經濟都糟糕，市場的恐慌只是暫時讓人們把鑽石當成了玻璃珠。我的工作就是在別人丟棄它的時候把它撿起來，然後耐心等待。我嘅投資不追求速度，我追求的係決定性，係安全邊際。你必須明白，只有在熊市中敢於逆流而上，才有機會在牛市中收穫豐厚嘅回報。這就像在冬天播種，所有人都說土地冰冷，但你必須有遠見，知道春天終將到來。這需要非凡嘅耐心，係鋼鐵般嘅紀律。更重要嘅係獨立思考。當全世界都在恐慌拋售時，
你必須有勇氣停解嚟，仔細檢查被兜契的是不是金子。這種孤獨嘅思考才是投資真正嘅核心。記住，追風者最終只能切到塵土，只有利風腳針嘅人才能挖到寶藏。很多人以為很早下馬靠的是什麼內幕消息，或者複雜的數學模型，他們都錯了。這套方法我用了半個多世紀，它枯燥，甚至有點老派，但它極其有效。它建立在4個堅如磐石的基石之上。如果你能理解這4點，你就已經超越了市場上90%嘅參與者。第一個基石，我稱之為深刻的護城河。想象一座中世紀的城堡，是什麼讓它難以被攻破？是環繞着它的那條又深又寬的護城河。在商業世界裏，道理完全一樣。一家偉大的公司必須擁有強大嘅可持續嘅競爭優勢，這就是它嘅護城河。這條河可以有好多種形態，它可以是可口可樂呢樣根植於全球數十億人大腦中嘅品牌中層度，也係可以是某黑鐵路公司呢樣別人無法複製嘅獲利網絡，係可以是某個軟件公司強大嘅網絡效應，用戶越多，它的價值就越大，讓對手無法進入，或者是一公司擁有別人冇有嘅技術專利。我尋找的不是那些能贏一個季度的公司，而是那些能贏幾十年的公司。一條又深又寬的護城河，就是它長此盈利能力的終極保障。第二個基石是卓越嘅管理層。我經常說，我寧願要一個一流的騎手駕馭一匹2流的馬，也不要一個3流的騎手去騎一匹冠軍馬，因為後者遲早會把馬給騎廢了。什麼是卓越的管理者？聰明只是最低要求。我更看重2樣東西：絕對的正直和理性的資本配置能力。一個不正直的聰明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生物，他會找到100種方法，把本該屬於股東的錢合法地裝進自己的口袋。我一生都在躲避這種人，而一個理性的管理者會把股東的每一分錢都當成自己的錢來對待。他不會為了建立個人帝國而去胡亂收購，也不會為了虛榮心去搞那些華而不實的項目。他會像一個吝嗇的主婦一樣精打細算，把資本投向回報最高的地方。找到這樣的人，你就可以安心的把錢交給他，然後去睡覺。第3個基石是被低估的內在價值。市場先生是我最喜歡嘅比喻，他是一個情緒極不穩定的合夥人。有時候他興高采烈，會用一個高得離譜的價格來收購你的股份；有時候他又極度恐慌，會用一個低得可笑的價格把他的股份賣給你。我們的工作不是去預測他的情緒，而是要對他每天的報價有一個清醒的認識。你必須對這個企業的真實價值，也就是它的內在價值，有一個大致的估算。然後你要做嘅就係耐心等待，等待市場先生因為恐慌或者短視犯下錯誤，給你一個遠低於內在價值的報價。那一刻就是你該出手嘅時候。投資的本質就是用5毛錢去買1塊錢嘅東西，而這種機會只會在市場遍布哀嚎時出現。第4個也係最後一個基石，是公司不需受益於長期嘅宏觀趨勢。你最好係坐在一艘順風順水嘅船上，而不至逆風划船。一公司即使護城河在身，管理者在優後，如果下身處一個正在萎縮嘅行業，那他也好難有大嘅作為。就像一個在優後嘅馬車夫，
也贏不了開咗汽車嘅普通人。我們要尋找的是那些站在時代浪潮之上的公司。這些浪潮可能是人口結構的變化，可能是顛覆性的技術革命，也可能是人類生活方式的根本變遷。當一個企業擁有強大嘅護城河，由正直能幹嘅人管理，你又用一個便宜嘅價格買入，並且它係乘咗時代嘅東風，那麼你就不是在投機，你是在擁抱一種決定性，即就係發現希馬嘅全部未絕，未有別的啦。很好，現在你們知道了我嘅法則，但你們嘅眼神告訴我，你們在想一個更實際嘅問題。查理，你說的這些黑馬，他們到底躲在地球的哪個角落？我告訴你們，他們不在媒體嘅頭條新聞裏，也不在呢啲分析師們唾沫橫飛嘅報告中，他們藏在大多數人因為覺得唔妙而懶得去看嘅地方。我首先會讓你們去下你家最無聊的行業，對，就是呢些生產你每天都有用，但你從來不會跟朋友宣有嘅東西嘅公司。不也，而家生產特定調味片嘅公司，它啲配方幾十年嚟都未怎麼變過，但係已經悄悄佔據了全國一半嘅餐桌。或者是依家製造某種工業用粘合劑的企業，你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名字，但沒有它，你做的汽車可能就會散架。這些生意的護城河不是什麼顛覆性的技術，而是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品牌信任，是深入到毛細血管的銷售網絡，是那種消費者閉着眼睛都會選擇的習慣。當所有人都去追住那些燒錢換增長的互聯網神話時，這些老實生意正在像印鈔機一樣穩定地創造着自由現金流。其次，去看看那些構成我們現代社會骨架的公司。我說的是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，電網、鐵路、輸油、管道、港口，這些東西聽起來一點也不性感，對嗎？但他們是經濟運行的命脈，只要人們係需要用電，需要原術和五，這公司嘅生意就不會消息。他們的增長可能很緩慢，但他們的現金流像時鐘一樣精準，而且進入這個行業的門檻高得嚇人。在從事裏，當呢支花里胡哨公司股價被腰斬再腰斬時，這些公司就像是投資組合裏的壓艙石，讓你能睡個安穩覺。我知道你們會說，查理，難道我們就完全放棄科技股嗎？不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但我要你們尋找的不是那些靠講故事、靠燒錢買用戶的所謂平台型公司，我要你們去尋找那些躲在特定行業角落裏的技術硬骨頭，把而家為建築師開發專業式嘅軟件嘅公司，一旦整個行業都用它的軟件，轉換成品就交到無法想象。或者一家為醫院提供核心數據管理系統嘅公司，它嘅系統可能界面醜陋，但穩定可靠，關乎人命。冇哪家醫院敢輕易更換。這些公司嘅用戶連性比任何社交媒體都要強大，他們的估值在市場狂熱退去後，往往會回到一個非常合理的區間，那才是我們進場的時機。你們發現這些領域的共同點了嗎？他們的核心是韌性。我尤其喜歡在熊市中去尋找那些表現出極強抗風險能力的企業。經濟衰退就像一場大浪淘沙，它會淘汰掉那些資產負債表脆弱、護城河虛假的公司。那些真正強大嘅企業不僅能活下來，係能利用這個機會以低廉嘅價格收購競爭對手，擴大市場份額。當經濟復甦時，佢們會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。所以
停止尋找那些能一夜暴富的彩票吧，把你的目光投向那些看似平淡無奇，實則堅如磐石的老實生意。這些被時代遺忘的明珠，才是下一輪鳥市裏真正能令你安然入睡，並最終獲得豐厚回報嘅戲碼。我常常說，投資成功的第一步是避開災難。在漫長嘅一生中，我見過太多聰明人因為無法避開最簡單嘅陷阱而傾家蕩產。在下一輪牛市真正來臨前，市場會布下無數個專門為人類嘅非理性而行設計嘅陷阱。多數人的悲劇就在於他們興高采烈地主動跳了進去。第一個陷阱也是最普遍的，就是盲目從眾。人類天生就是模仿的動物，我們害怕被群體拋棄。當周圍的人都在談論某個熱門股票，都在炫耀自己賺咗多少錢時，一種原始嘅害怕錯過的焦慮就會着住你。你不是基於理性嘅分析，而是基於社交壓力而去購買。你聽信呢一啲毫無根據嘅小道消息，追逐呢啲被炒上天嘅短期熱點，你以為你在參與一場財富盛宴，實際上你只是在為別人的盛宴買單。第二個陷阱是情緒化交易的深淵，貪婪與恐懼是刻在我們基因裡的兩種最強大的力量，但在投資世界裡，他們是毀滅你的魔鬼。當市場普遍悲觀，價格跌到谷底時，恐懼會讓你在黎明前最黑暗嘅時候各有離場。當市場狂熱，泡沫吹到最大時，貪婪又會讓你喪失理智。在最高嘅山頂上，最高買入，你嘅所有操作都與理性嘅低買高賣完全相反，即注定你嘅敗局。第三個陷阱是智力上嘅懶惰，是缺乏獨立思考。大多數人寧願相信一個所謂嘅專家推薦，也不願自己去讀一二財報。他們把對自己血汗錢的決策權輕易地交給了別人，這是一種極度危險的行為。你必須做你自己的研究，形成你自己的判斷。如果你不知道你為什麼買入一個東西，那麼當它下跌20%的時候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恐慌性的賣出。所以就像我對我的人際關係一樣，我對市場也保持咗一種潔癖。我堅決遠離呢啲些市場噪音、熱門概念和短期嘅誘惑。我只待在我的能力圈內，和我真正理解、值得信賴嘅公司打交道。記住，多數人嘅悲劇不在於佢們不夠聰明，而在於佢們無法克服自己人性嘅弱點。在你夢想着掛住下一隻蛤蟆之前，請先確保你不會被這些最古老嘅陷阱所吞噬。找到了蛤蟆，只是完成了狩獵的第一步。更艱難嘅是，如何在漫長嘅等待中馴服你內心呢一頭名為情緒嘅野獸。當你看準了一匹潛力巨大嘅黑馬，接下來的工作，心態甚至比分析更重要。我總是說，耐心是投資者嘅首要美德，也係最稀缺嘅美德。你要像一個經驗豐富嘅老獵人，靜靜嘅趴在草叢裏，有時候一等就係好幾年，只為等待呢個確定經最高嘅扣動扳機嘅瞬間。大多數人做不到這一點，他們嘅手指因為焦慮而顫抖，過早的開槍，結果又冇一無所獲，又冇只打到一隻兔子。紀律性就是你在等待時穿在身上嘅鎧甲。市場會用劇烈的波動嚟考驗你，用媒體的噪音嚟誘惑你，試圖讓你偏離你早已設定好的航線。紀律就係讓你喺股價暴跌50%時，
係能冷靜嘅打開你嘅筆記本，重新審視你嘅投資邏輯，而不是驚慌失措嘅按下賣出鍵。自律就是讓你在所有人都追捧某個熱門概念時，你依然能堅守自己嘅能力圈，對那些看不懂嘅喧囂說不。而獨立思考就是你在黑夜中嘅燈塔。投資的世界裏充滿了羊群，當市場狂熱時，人群會集體衝上懸崖；當市場恐慌時，他們又會互相踩踏咗逃離。你嘅任務不是成為羊群裏跑得最快嘅呢一隻，我係要做呢個站在燈塔上看清整個局勢嘅守塔人。這需要你擁有不被群體情緒裹挾嘅勇氣，敢於在眾人貪婪時恐懼，在眾人恐懼時空閒。這三者耐心、紀律與獨立共同指向一個核心，那係純長期主義。你要深刻嘅理解，投資是一場馬拉松，絕不是百米衝刺。短期嘅價格波動毫無意義，它只係市場上這位狂躁嘅夥伴爆出的胡言亂語。你真正要關注的是企業內在價值的長期增長。要戰勝時間是優質資產最好嘅朋友。富利之台之氣需要漫長嘅時間嚟啟動，但一旦啟動，它的威力將超乎你嘅想象。我們聊了這麼多，核心其實很簡單，在下一輪牛市的喧囂到來之前，真正的戰場早已結束。提前布局、深入研究、堅守原則，這三者的巨大價值，往往在市場最絕望的時候才得以彰顯。我鼓勵你們不要成為追逐浪潮的浮萍，而要成為洞察潮汐的燈塔，去培養真正的批判性思維，去建立一個屬於你自己的、不受他人干擾的認知框架，成為呢個能洞察時代趨勢、識別真正價值的少數人。記住，財富的積累並非運氣，它不過是智慧和耐心的複利。當別人在為市場的短期波動而狂喜或悲傷時，你要像一個耐心的農民，只關心你種下的種子是否優良，土壤是否肥沃。我近百年嘅這些經驗濃縮起來就是一句話：避開災難，然後耐心等待。希望我的這些話能助你一臂之力，在未來的投資旅程中少走一些彎路，抓住那些真正能讓你受益終生的黑馬機會。願你們都能以清醒嘅頭腦擁抱真正嘅價值。